大家好，歡迎翻嚟信仰不離地。日前有位聽眾就提出一個好好嘅問題，究竟基督徒可唔可以買六合彩？喺延伸之後，我哋就會諗埋，咁可唔可以打麻雀？可唔可以買馬？可唔可以炒棋子？甚至乎會考慮到究竟股票買唔買得？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，因為香港社會入面好多人都會買六合彩，覺得小注怡情，當買個希望。咁作為基督徒，我哋應該點樣睇？聖經冇明文禁止呢種行為，所以唔可以話基督徒買六合彩就一定係罪。但係聖經裏邊有好多原則可以幫我哋分辨。有人會覺得信咗基督教之後好多嘢都唔做得，冇咗自由。但呢個只係外面嘅人睇入嚟嘅觀感。但係事實信徒係會覺得除咗肉身自由之外，其實靈魂都自由。聖經有段咁嘅記載，出自保羅哥林多前書6章12節：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係不是凡事都有益處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係無論哪一件，我都不受他的轄制。而仲有一段同係出自哥林多前書10章23節：凡事都可行，但係不都有益處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係不都造就人。無論什麼人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而要求別人的益處。以保羅所講，信徒係自由嘅，咩都可以做，但係唔係所做每一件事都有益處。所以我哋要識得分辨，而出於良心嘅緣故，就算有啲行為唔算係犯罪，但未必對我哋嘅屬靈生命、家庭見證有益處。而保羅仲講到，無論邊一件，我總不受他的轄制。而講到受轄制，第一樣諗起嘅就係毒品同埋賭癮，係可以令人傾家蕩產、家破人亡。所以基督徒係唔應該被任何有形及無形嘅東西捆綁或控制，因為我哋已經認定耶穌基督先至係我哋嘅主。而福音戒毒都係咁嘅原理，就係透過耶穌嘅內住去抵擋裏邊嘅控制同埋外邊嘅誘惑。而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先會發現基督徒先至係真正嘅自由，因為賭毒都冇辦法引誘到佢。而人類被轄制嘅層面唔單止係咁少，比較抽象嘅就有權力啦，對金錢嘅貪婪，甚至乎工作；而常見嘅就有酗酒、煙癮，甚至乎沉迷打機。近年仲有啲手機，總之會令到我哋沉迷上癮嘅，通通我哋都叫佢做轄制。所以我哋都會不時檢視，究竟呢啲沉迷嘅行為會唔會佔據咗上帝喺我哋心裏邊嘅位置。但係仲有一句就係凡事都可行，但係不都造就人。無論什麼人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而係要求別人的益處。意思係信徒嘅行事唔單止係顧及自己，仲要顧及別人。行為可能會對一啲初信或者信心軟弱嘅弟兄姊妹造成屬靈打擊，以及對一啲認識而又未信嘅人失見證。咁我哋翻去買六合彩呢個問題，係會令到一啲未信嘅朋友以為基督徒都係靠運氣，信主之後一樣咁貪錢，咁就冇辦法造就到人哋歸信基督。根據哥林多前書呢兩句經文嘅原則，基督徒係自由嘅，但係更需要榮耀上帝。有啲行為並唔係律法所禁止，但係我哋因着上帝嘅緣故，我哋選擇唔做。就以六合彩為例，我哋可以自由選擇買定唔買。但係可能會有癮，又或者俾一啲未信或者初信嘅朋友見到你嘅行為，造就唔到佢哋不特止，仲可能會令到佢哋跌倒。而講到股票買賣方面，其實有好多基督徒都係從事金融業，股票買賣係屬於中性一種金融產品。聖經冇阻止我哋投資，只係叫我哋唔好貪心。反而信徒喺呢一方面更加應該去審視自己嘅行為。由於每一個人嘅性格都唔同，有人買咗股票之後會寢食難安、牽腸掛肚。如果呢個情況唔單止影響你日常生活，仲會影響你同上帝嘅關係。因上帝嘅緣故，就要諗一諗係咪可以唔買，或者調節到一個令到自己唔使咁緊張嘅倉口。所以好多事並唔係做唔做得嘅問題，係要切合個人嘅性格，思考自己所做嘢合唔合乎上帝託付俾我哋嘅心意。最後喺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如果有代禱事項，歡迎喺留言欄嗰留言，我會逐一為你哋禱告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祈禱紀念。